男人一過咗52歲，好多人腰腿痛、成身痛，記好簡單嘅一招，以後唔使再使冤枉錢亂調理啦。呢個辦法咧，大部分嘅人都唔知道嘅，但係好多醫務人員咧，日常都會備注，學識咗啊，能夠少受罪。我講嘅呢個方法，網上都可以查得到，只要能夠幫到你，你想去邊度買就去邊度買。平時咧個腳唔舒服，屈身都攞命，膊頭咧又酸痛，腰咧仲直唔起身添，千祈唔好死頂，亦都唔使過度擔心，你就記好呢個實用嘅如意止痛珍寶丸啦。佢唔單止咧係單純嘅緩解疼痛，仲可以幫助你清理體內嘅濕熱啦、疏經通絡啦，性質溫和，唔會刺激腸胃。不管係濕熱淤堵引發嘅腰、腿、膊頭關節酸痛，定係頸椎病、肩周炎、腰肌勞損、腰椎間盤突出、風濕、類風濕等問題，只要辨證屬於濕熱痹阻，就可以參考使用啦。大家記住咗未啊？想養生，跟住羅醫生。